每個人嘅性格特質同埋個性都係獨特嘅，藝術品亦都一樣。自古以嚟，具有唔同性格同埋人生經歷嘅藝術家，創作出風格同埋氣質唔同嘅作品，成就咗豐富多元嘅藝術世界。好物係指藝術品。香港藝術館從超過19,500組藏品中精選近100件好物，並歸納出4大氣質類型。4大核心館藏包括中國文物、中國書畫、外銷藝術、現代及香港藝術，承載香港以至世界嘅藝術遺產。每件藝術品都反映咗時代嘅變遷，展現咗歷代藝術家對美嘅追求同埋探索。我哋希望以香港視角策展，演繹多元萬象嘅藝術世界，讓藝術連結我哋嘅生活。我哋誠邀參觀者喺觀展之前先進行氣質測試，了解自己屬於邊一種性格同埋氣質，再進入我哋精心設計嘅4大展區，尋找同自身氣質相匹配嘅專屬好物。氣質測試內嘅圖像係由藝術家梁家賢為館藏精品度身訂造嘅手繪角色。呢啲極具個性嘅角色令藝術品更加入型入格，彷彿被賦予咗生命。同時，亦都喺觀展前透過測試聯繫咗參觀者。各展區更特別調配咗香味，讓參觀者踏上一場與別不同嘅個人專屬美感體驗之旅。4大展區代表4種藝術型格，呈現由唔同性格特質構成嘅多元藝術面貌。第一區係冒險開拓型，擁有呢種特質嘅藝術家大膽創新，能夠創造出前所未見、震撼心靈嘅作品。其中一件精選好物係吳冠中嘅水墨作品《萬水千山》。佢嘅創作向來着重情感嘅表達，晚年嘅作品趨向抽象化，逐漸擺脫咗形象嘅束縛。呢幅畫流動嘅線條同埋闊筆繪畫綿延起伏嘅山巒，大大小小嘅彩點錯落其中，喺技巧運筆、章法結構上均見新意，係打破傳統嘅實驗成果。另一組好物來自香港藝術家夏碧泉，佢從未接受過正統嘅藝術訓練，因此創作不為傳統框架所束縛。佢取材自生活，喺反覆實驗嘅過程中，開拓出屬於自己嘅創作道路，確立咗鮮明嘅個人藝術風格。含羞少女屬於夏碧泉嘅皮靴系列，佢發揮創意，將被兒子棄置嘅數對皮靴配搭經過改造同埋重新配色嘅粗木板，創造出充滿幽默感嘅藝術品。摩登女郎則以混合素材創作，造型獨特，反映咗佢對生活同埋人間百態嘅奇異想像，蘊含住赤子之心同埋童稚意趣。第二區係力臻完美型，呢種人格擁有高度嘅專注力同埋驚人嘅行動力，講求精湛技術。每件珍品均經過千錘百煉而成，盡顯工匠嘅巧手匠心。精選好物有香港藝術家鍾大富嘅岩彩畫《漣漪》，佢以現代手法復刻岩彩傳統藝術。岩彩係中國歷史悠久嘅礦物性顏料，用於敦煌石窟內嘅佛教壁畫上面。佢由唔同顏色嘅礦石研磨而成，凸顯礦物中獨有嘅色彩同埋質感。畫中嘅金色同埋唔同藍調嘅運用，呈現漣漪，層次對比鮮明，同埋珐琅工藝互相輝映。另一件好物係銅胎合絲珐琅八吉祥紋大鉢，係乾隆年間嘅景泰藍器，質感光滑，呈現變化多樣嘅亮麗色彩。呢個大鉢佈滿以雙線技法精細勾勒嘅捲曲纏絲花紋，腹部以唔同顏色嘅珐琅釉繪上吉祥紋飾，花紋延伸至鉢底。此器應為宮內佛堂陳設之用，極具皇家氣派。下一集我哋會介紹第3同埋第4個展區，想知道仲有邊2種藝術型格，就要密切留意下集嘅內容。